我 Ivy 敢保證呢一間2房嘅單位一定係最先搶手嘅單位。嗱，如果預算冇咁多，想一個正2房向南望翻成個水塘景觀，一定要睇呢一間。呢個單位總面積係479尺嘅啫。嗱，尺數細，價錢都相對會細翻好多嘅。2間房都係有窗向南望翻水塘景觀嘅。咁啊，衣櫃做咗喺門後面啦。咁啊，睇埋第2間房，床、衣櫃都可以做到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再睇埋廁所、客廳就睇咗啦。嗱，咁呢個位置就係你嘅飯廳啦。我專登啱啱關咗客廳嘅燈嘅，向南嘅方位都仲要客廳咁光猛。嗱，咁如果對以上呢個單位479尺。客廳同2間房都係向南有窗，正望翻水塘嘅景觀。呢一種戶型、呢一種間隔同埋呢一個尺數係冇乜嘅啫。咁如果對以上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打俾我 Ivy 入嚟睇熱鬧啦。到時再見，拜拜。